现代第一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2章。撒母耳甲所有的以色列人讲：恁对我的要求，我拢有听见，就甲恁设立一个王治理恁。现在恁有一个王来领导恁，我已经年老头毛白，我的囝嘛拢甲恁做伙。我对少年到大，拢一直在领导恁。我伫遮，恁着伫上主甲伊所选立的王面前作证。我减捌抢人的牛，夺人的驴，捌欺负啥人，压制啥人，捌甲人收贿赂，做无公平的裁决。若有，我拢要还恁。因讲。你毋捌欺负阮，毋捌压制阮，嘛毋捌对人摕什么。伊甲因讲：今仔日恁袂当找着我有做什么毋对。上主甲伊所选立的王，拢为我作证。人民因讲：上主作证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：以前上主任命摩西甲亚伦。带恁的祖先出埃及，咱恁着徛好势。我要伫上主的面前，甲恁控告，甲恁提醒。上主有为着恁甲恁的祖先做真济拯救的大事。早前雅各去埃及了后，恁的祖先有求叫上主，上主就找摩西甲亚伦。带因出埃及，互因伫即个所在定居。毋过，因袂记得上主因的上帝，伊就甲因交伫下索的将军西西拉、非士人甲摩押王，出在遐人来攻击。因求叫上主讲：阮有犯罪。因为阮离开上主去服侍巴力甲亚斯他略，求你救阮脱离对敌的手，阮就要服侍你。上主就找基甸、巴拉、耶弗他，甲我撒母耳，叫恁脱离四围对敌的手，恁才会当平安徛起。毋过亚捫人的王拉哈一来攻击恁。恁就对我讲：阮无爱，阮一定要有一个王甲阮统治。其实上主恁的上帝是恁的王。呾看咧，恁所敬所求的王伫遮，上主已经设立一个王统治恁。恁若敬畏上主，服侍伊，听伊的话，无违背伊的命令，恁甲治理恁的王。嘛顺坦上主恁的上帝，安尼就真好。恁若毋听坦上主的话，违背伊的命令，上主的手会攻击恁，像早前攻击恁的祖先相款。呾徛好势，来看上主伫恁目睭前要做的伟大的事。今仔日敢毋是？我小马无雨水的时，我要求上主，伊会起雷落雨，互恁也知也看出，恁为家己要求设立王，伫上主面前是犯大罪。撒母耳祈求上主，上主就伫即日起雷落雨，众人就行为上主甲撒母耳。因甲撒母耳讲。请你替你的仆人祈求上主你的上帝，阮才免死，因为阮为家己求一个王，真正是罪上加罪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：毋免惊，虽然恁做即个歹代志，毋过毋通偏离无缀上主，只有着专心服侍上主。毋通偏离上主去缀虚假的神明，因为因虚假无路用，袂当救恁。既然上主拣选恁做伊的子民，为了
要持守家己尊贵的名，伊一定袂去杀恁。我咧，我一定不断替恁祈祷，若无我就得罪上主。我要指示恁好过正直的路。恁只有着敬畏上主，诚心实意服侍伊，就会记得伊为着恁所做的代志偌尔啊大。恁若继续做歹，恁甲恁的王一定会做一个灭亡。